大家有冇試過拍拖之後越嚟越覺得自己好辛苦？你越想捉緊佢，越想知道佢做緊乜，佢就越冷淡，越想走。或者你成日擔心佢唔夠愛你，就開始問去咗邊啊，同邊個食飯啊，幾點翻嚟啊？結果反而令佢覺得好煩，好大壓力。其實你唔係得一個人。今日第2集我哋就嚟拆解男人最驚嘅2種女人類型，同埋點樣利用男人嘅英雄本能令佢心甘情願寵幸你。大家好，我係 KK 師傅，我 IG 經營愛情玄學服務，處理好多愛情諮詢，由前度復合、第三者問題曖昧處理、正緣預測，見證過好多遺憾同眼淚。我會喺呢個 channel 同大家一齊讀愛情心靈書，結合我嘅玄學服務經驗，幫大家喺書中學到嘅愛情技巧應用喺自己感情上。星期1至5朝頭早8點鐘，我都喺呢度陪伴你。我哋繼續拆解《讓男人追着你跑》呢本書。呢一集嘅主題係男人最驚邊幾種女人。書入邊講咗2條紅線，一旦你踩落去，無論你幾靚幾有錢，男人都會想走。2條紅線就係過度依賴同病態控制。一種男人最驚嘅係精神同經濟完全唔獨立嘅女人，即係凡事都要靠男人。呢種女仔冇自己諗法，冇自己生活重心，就好似爛藤咁，一定要黐住男仔先識生存。可能男人一開始係想保護呢一種柔弱女仔，但長久落去，男人會覺得好攰，佢需要一個並肩作戰又體貼嘅伴侶，唔係臭女。KK 師傅有一個愛情 case， 個女仔係設計師，好有才華。自從拍拖之後，推晒所有朋友聚會，連畫筆都放低，日日喺屋企等男朋友收工。男朋友想食日本嘢，佢就去學整壽司。結果呢，男仔覺得同佢越嚟越冇火花，女仔嘅世界除咗佢之外乜都冇。我分手嘅時候，男仔同佢講咗一個好殘酷嘅說話，我係想要一個女朋友，我唔係想要一個工人，我係想要一個伴侶。記住，男人唔會因為你放棄自己而更愛你，只會因為你擁有璀璨嘅靈魂而着迷。八字命格入邊，幾種女仔依賴心特別重。第一種，日主係月木嘅女仔，天生溫柔有韌性，容易過度依賴男仔，冇咗自己嘅重心。KK 師傅有個做 sales 嘅女仔客，佢每次放假唔係去玩，衝去男朋友 office 坐足成個晏晝等佢收工。初男朋友都覺得幾威㗎，但慢慢開始覺得有壓力，側邊坐住個人好似無形中有個人催緊佢快啲做完嘢，搞到佢集中唔到精神。以為係甜蜜嘅陪伴，對佢嚟講係一種無形嘅施壓。第二種，日元丁火，呢一類嘅女仔好有犧牲精神，燃燒自己，照亮他人。喺愛情中容易因為付出太多而令對方好大壓力，最後傷得最深嘅都係自己。KK 師傅有另一個 case， 佢男友因為投資失利，落幾十萬，唔單止冇走，將自己儲落嘅私己錢全部攞出嚟幫佢還債，又幫男朋友渡過難關，放工都去做 part time， 自己衫都唔敢買，化妝品亦都冇添置。最初個男仔好感動㗎，甚至話一定要娶佢。但過咗1年之後，啲債還到咁上下，就開始避開個女仔啦。個女仔心諗自己咁幫佢，換來冷淡對待，因為對男人嚟講，一份情真係好重，重到變咗一種無形嘅壓力感。當有一日佢終於起翻起身，本能上就想推開呢一份內疚感，揾一個令佢覺得有英雄感嘅地方。第三種，日元係癸水嘅女仔，極之敏感、細膩，易胡思亂想，對愛情冇安全感，對對方不停咁滋養。KK 師傅又有另一個個案，女仔唔單止睇 WhatsApp 藍剔 check 住男朋友 IG like 咗邊個女仔，男朋友遲咗覆機，佢就會單單打。呢一種安全感測試對男朋友嚟講係一種無間斷嘅壓力。愛情係需要空間，逼得太緊，原本嘅溫柔都會冇晒。第二種令男人聞風喪膽嘅女仔就係控制狂。你有冇試過 check 佢手機睇佢定位？佢遲咗覆機嘅時候，連續 send 10幾個問號。行為喺心理學上叫做恐懼型依附。佛學有一個名詞叫做我執。愛情就好似手中嘅一堆沙，你攤開手掌，啲沙會靜靜地留喺手度。如果你因為驚失去而好用力捉緊佢嘅時候，啲沙就會喺指尖間流走。控制欲其實就係源於你內心嘅恐懼，你驚佢走，你想捉緊佢。佛學有一句說話，因緣和合。如果一個人係屬於你嘅，就算你唔 check 佢，佢都會喺度；如果唔屬於你嘅，算留得住佢嘅軀殼，都留唔住佢嘅靈魂。作者話，你應該控制嘅唔係對方，而係自己嘅情緒。你要做嘅係修煉好自己嘅情緒。當你變成一個閃閃發光、有自己生活，甚至令佢覺得如果你唔珍惜，隨時都會走。到時驚嗰個變咗係佢，佢會主動向你報備，因為佢驚你俾人搶走。咁樣唔依賴、唔控制，我哋仲可以做啲咩啊？答案係滿足佢男人嘅英雄本能。我想一個人更愛你，唔係要幫佢做幾多嘢，反而係叫佢幫你一個小忙。男人天生有一種被仰慕、被崇拜嘅虛榮心，
聰明嘅女人唔會爭住做強者，係識得示弱。打個比喻，當男人喺朋友面前吹水，話佢當年幾威幾叻嘅時候，就算你聽過100次，都唔好當眾篤爆佢。你要做嘅，用一種好叻嘅眼神望住佢，俾足面，翻到屋企一定會加倍愛護你。再俾多個例子，買電腦，女仔買電腦通常會自己睇埋資料，甚至買翻嚟先話俾男朋友知，或者直接命令佢：喂，我揀咗呢部啊，聽日幫我買啊。咁樣做，男人只會覺得自己係一個工具人，淨係負責出錢同出力。佢會覺得你只係當佢係一個 function，唔係一個真正愛嘅人。聰明嘅包裝方法可以係咁樣，你可以揾定2部自己都中意嘅型號，性能差唔多就同佢講：我最近想換部電腦，睇咗2款 ，A 嗰款好靚，但 B 款嘅 spec 好似好強咁。你對啲電子咁叻，不如你幫我睇下邊部好啲啊！我驚我俾人呃。咁講嘅時候，男人內心嗰種嘅崇拜感覺會即刻被喚醒。咁樣做唔單止買到你想要嘅嘢，仲成功將一個普通嘅購物變成咗一次肯定佢價值嘅機會。男人最驚被忽視，最中意被需要。只要你識得將決定權包裝好，再遞俾佢，佢就會心甘情願為你呢個小女人遮風擋雨。總結一下今日嘅重點：唔好做依賴型女人同埋控制狂。要做一個精神同經濟獨立嘅女人，有自己生活選擇，同時要學識喺小事上滿足男人嘅自尊心、英雄感。聽朝8點，我會教你點樣利用心理學嘅59秒法則，令佢喺第一眼見你嘅時候就想追你。如果你而家覺得好攰，感情入邊迷失咗，歡迎去我 IG 預約奇門遁甲諮詢，資料已經放咗資料欄，歡迎預約。我係 KK 師傅，我哋聽朝8點再見，拜拜。